唔係啊嘛，個啲啲竟然變成咁，切，係 AI 先有咁嘅效果啫，真片嚟噶。同一天空下，左右兩景象，相同背景下，際遇不一樣。各有前因莫羨人，餘生妒忌斬頭痕。iCantonese 愛廣東話，粵語保育及傳承。如果覺得內容啱睇嘅，subscribe